到云林提起嘅灾情，除到莫拉克风采带来嘅新南溪流上向出水海嘅好把水动态，为咗确保民众嘅安全，警察系夹夹来起嚟封锁线，封锁嘅西路韩国海州两辆错桥，行动电影会嘅水流未系会规则轮背向，差唔多都系进到水度。太极路几日，有人烟轮背向，措施汹涌涌涌。看他过去根本分唔清楚呢片係田，呢片係路。佢響度嘅地扶梯區，睇水嗰個觀念人家度，遇見三黑煙，佢嘅無糖仲有進入水度。民眾拿出本地收水，含板出潮水冇大，希望夾夾同水潮出去。幾名黨網內行話講，輪背道嘅風采太熱，會淹水已經係老問題咧。不過佢冇想到禮拜會按樣衝。以前旱，唔是啦，熱會跳胎啊！總係是熱會啊，路條道啊！這2-3年吼，突然吼，若落台風吼，啊，台風吼，我日日攏要入台飛啦。哦，可能呢政府吼，看會吼，較緊來解決嘛。突然間嘅熱量，我本出水嘅不逃不堪。警方關鍵封鎖西路大橋同溪州大橋呢兩條往來雲林彰化嘅重要道路，經過嘅車需要改行別條路。團風過後，雲中天氣嘅風勢慢會進來進態，並且民眾為到注意防範。客家新聞李成龍，雲林報道。